好黑我。大家早晨，我哋今日去食嗰個王祖藍推薦嘅早茶。我同我兩個同房一齊，但係我廣東話唔好，所以有咩問題呢？歡迎講出嚟。到啦。咩茶嚟啊？唔該，我飲普洱。呢個係牛油燒賣，呢個係蝦餃。試下呢個燒賣。哇！好好味啊！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叫什麼？这不是让你通点的呀？沒事沒事沒事，先吃先吃。谁的谁的？這個用粵語叫什麼多？呢個好多都沒吃。我拿的這個東西。牛雜，呢個係牛雜。皮蛋酥真的第一次吃，沒吃過皮蛋酥。炸的雲吞，哎，也是第一次吃。三個人一共吃了481。我們現在吃完出來了，然後呢，整體來說是味道都挺不錯的。那些服務員呢，都是挺好的。他們看你是內地人，也給你講普通話；你講粵語，他們也陪你講粵語。菜品種類真的很多，都很好吃，都是一些經典的粵式茶點。反正總的來說就是比較推薦大家去吃的。